嘛是罢免的新闻，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派的第二阶段连署送行至6月7日就要截止啊。不过呢，离日目标还阁差12000份，进度有影差较济。今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秀平呢，带里长去到罢免总部交连署书，嘛预告讲会阁继续送。伊管这个领衔人李浩亮呢，针对讲这个市议员过招严拢无出面，伊讲伊相信伊真紧就会交出来。针对这点呢，这个民进党立委吴派的是讲啊，只希望讲莫发生幽灵连署的代志。罢免吴佩玉，加油加油加油！赶伫咧罢免第二阶段到期日进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协同里长将一箱的连署书送入去罢免吴派的总部，甚至预告讲唔那送一天尔。那我们要清点4800份里面多少人送给他们当初二阶，然后还没有签的没送二阶，我们再努力再赶第二波。毕竟真正全部归工，连署送件敢若到这礼拜6尔，是讲到达还阁差12000份。就算将小平送到10049份的连署书，也毋过其他那也议员所不够力。之前国民党的立委洪晓玲则伫直播点名，议员过招检无送件，如今进度是行到倒啊？没有，郭议员没有在审议，他一直以来都有尽心尽力在帮我们收连署书，就相信我们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第二阶段可以达标。李浩良出面替过招检澄清，也毋过罢免的董事长吴派玉看到那样连署的数字是真消极，是完全没有人看过钟小平有摆摊，钟小平甚至自己上电视节目都说他绝对没有摆摊，会不会在士林北投发生的张思刚重复连署的情况，在中正万华也发生了？好用那样，卖个用幽灵连署这个步数，同时民进党也继续做工。那下令8区议员提供扛棒录进手机，等中山会选举投票日了后，全力拼第3阶段，甚至直接锁定哪位部群期、市卡心等等的危险区。除了大罢免之外，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不管是我们的徐巧芯委员，还是我们傅昆萁总召，心心念念的都是民生法案。我们的绿营却用恶意的方式来操弄选民的情绪。罢免的节点，哪条西股就讲。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